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接受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的专访，正式来表明2020年要选总统寻求连任。甲问讲看家己的选情是毋是有乐观？蔡总统讲，伫台湾做总统充满着挑战，也毋过伊真有信心，而且嘛已经准备好啊。民进党内有不少的立委拢表态支持。So you do plan to seek re-election in 2020? 蔡总统接受 CNN 独家专访的时，正式表态，2020年争取连任。Are you excited about that?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optimistic about? It's again another challenge. 对画面来看，地点就伫总统专机，透过国际媒体为台湾发声。这是9合1败选了后，党内传出无同意见，这回表态，党内好似就已经整合成功。Being president here, you're not short of challenges. At good times you have challenge of one sort, at bad times you have challenge of another sort. It's always challenge, one after another. 我想党内目前的态度，应该大家都共同是这样子的想法了。所以一方面昭告美国啊，一方面也是刻意借由在美国主流媒体这样子的讲话，来压制独派的一些力量。就伫9合1败选了后，蔡总统不断地透过影片、面书来冲关网络声量。这回空中宣告参选连任，时间就经伫3月，民进党启动总统提名作业进程，提早准备为连任之路拼路。